因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咱伫今仔日是10月份的第一主日，嘛是代表咱教会已经进入到第4季的时间表，象征这个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季节。咱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会当伫第4季接续咱有上年曙光纪念主日，咱有感恩节，上时嘛有圣诞节，包括跨年，咱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一年比一年搁较顺遂，每一日比新的一日拢会当充满上帝的平安。恳求主来甲咱三个地地，咱还未开始分享的大声，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。伊要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。感谢上帝你的祝福，会当互阮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，进入到伫上帝你的恩典。恳求主来成做阮的帮助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。嘛愿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带领引带阮，互阮通过伫今仔日上帝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快乐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今仔日要透过马太福音书21章33节到46节的经文，咱要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咱来延续伫顶礼拜的经文内底，咱通看见到耶稣伫圣殿的教导，伊伫遐来拄着挑战。特别伫顶礼拜，咱看见到耶稣伫圣殿教导的时阵，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伫遐来挑战耶稣有关行洗礼约翰的权柄。伫今仔日的经文范围内底，咱通看见到现主时耶稣本身来受到挑战。我想伫今仔日耶稣所讲的这个歹电话的譬喻内底，其实主要是咧甲咱提醒，唔通亲像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。伫面对耶稣的时阵，非常的自义，嘛非常的自私，来将上帝完全来拒绝伫性命的外口。咱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唔通将耶稣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，成做师傅所气杀的鸟，反倒来将耶稣看作是人生上界要紧的触角头的鸟。所以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我请杨某帮我调过来。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以弗所人书第2章20节到21节。以弗所人书第2章20节到21节，咱来看台语的部分，咱连续来读2遍。好，咱连续来读2遍。3来，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。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角要紧的石，在伫伊既那所起的，拢三联络，点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。再来一遍哦，3来，受起造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，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角要紧的石。在伫伊既那所起的，拢三联络，点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。我要邀请咱拍开咱的圣经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。咱多谢拄则咱的师会马里基书所带咱所共读的这个圣经内底。我想伫今仔日的这个譬喻，咱真清楚看见到耶稣透过伫犹太人真熟悉一个葡萄园的这个内容，来成做一个譬喻的这个传讲。伫今仔日个譬喻内底，咱看见到有主人、有家主、有葡萄园、有佃户，都有园主的奴隶甲囝儿。伫整个的内容，咱看见到讲，这个家主来将葡萄园来租予这个佃户，所以伊差遣奴仆去收租金。
却是这个罗卜煞来将家主所派去这个这个人来全部杀死。所以这个家主非常的天真，掠做讲，若我派家己的囝儿去，就应该会当甲这个租金收转来。无想到讲，这个佃户非常的残忍，连家主的囝儿嘛甲伊陷害。咱通看起着讲，今仔日耶稣咧讲这个譬如真明显，嘛真坦白，来讲起着伫早前的以色列因怎样毋信上帝。当早前的以色列，也就是伫旧约这个葡萄园来象征以色列的时阵，因拒绝当时的先知，因嘛伫即中间来拒绝行洗的约翰，包括伫今仔日，因也搁来拒绝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伫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咱通看起着讲，即群人因来拒绝弥赛亚。那等来到伫圣经神学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咱通看起着讲，对着先知的人物内底，以色列百姓之所以因毋信上帝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因无顺服伫上帝的话语，也就是骄傲。所以伫迄个骄傲所产生出来迄个罪恶，就算耶稣基督出现伫犹太人的中间，因嘛无熟悉伊。甚至要来将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譬喻了后，耶稣总共引用诗篇和以赛亚的经文来反问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。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特别咱咧读马太福音书，咱会看起着讲，这个耶稣不只啊口才真好，因为伫42节。咱通看起着讲，耶稣对因讲：经内所记载，师傅所弃杀的鸟，来成做触角头的鸟，这是主所成的，恁的目睭看做奇怪。搁较要紧，耶稣伫遮来提起，恁减袂读嘛？那如果你提华语的圣经，你会当看起着讲，耶稣咧问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。圣经上的话，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想对着知识真八足的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听起着耶稣这个譬喻，会当讲真清楚，就知影讲今仔日耶稣用暗示的方式来甲因提醒，因为因来抵挡上帝的囝。甚至耶稣伫即中间嘛来暗示，伊就是弥赛亚的角色。但是今仔日因来拒绝耶稣，所以因伫末日的中间，因爱受到审判。所以对43节、44节、45节、46节，则拢看起着讲，拒绝耶稣的人、毋信耶稣的人，因伫末日的时阵，因爱受到审判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通看起着讲，即个审判。临到伫犹太人的中间，加所有毋信的人的身上。所以今仔日耶稣的譬如讲说，咱通看起着讲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因对着耶稣的态度，真清楚知影讲，今仔日耶稣是针对因，所以因做想要来掠耶稣，却是因为百姓承认耶稣是先知，所以因会惊百姓。惊引起侪人的受气，但是咱通过圣经的记载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咧拒绝耶稣，因的心是固执，因对耶稣的拒绝，等于是否定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因不但无反悔，反倒因嘛袂当来信福音。搁较毋免讲要看起着弥赛亚的荣耀。我想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其实帮助咱定心去想。伫顶礼拜咱看起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因拒绝行洗的约翰，
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通看见着讲，即群人因又过来拒绝上帝的囝耶稣基督。换一句话讲，今仔日个经文，咱看见着有触角头的少，但是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毋是将耶稣看作是触角头的少，因却是将耶稣来看作是，互因绊倒的一粒石头。那华语讲的就是绊脚石。但是咱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，咱犹原来看见着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因的毋信，来表明着因的内心有邪恶，因的私欲来成做因伫生活顶面的行为举止，所以因毋愿意顺服伫上帝的话，所以伫希伯来人书3章18节讲，毋信会产生不服、固执、甲背逆。所以人的毋信，毋是上帝毋肯拯救，是因为因来拒绝救恩。反正因的毋信来拒绝耶稣基督的时阵，等下到伫今仔日的圣经，牧师咧通过伫今仔日的经节重新来看这段经文的时阵，触角头的石，伫希腊文的解说有一个真关键的字叫做 keystone， 意思就是讲，这粒触角头的石是一个关键，是一个人性命的关键，是代表讲这关键上帝的救恩，所以叫做 keystone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通看见着讲，毋信的人来拒绝上帝的救恩，甚至来将上帝对人的疼撒出去到伫生命的外口。也因为安尼，反正咱倒来看触角头的石的时阵，咱较知影讲，今仔日耶稣伊来成做咱一个真要紧的帮助。因为这粒触角头的石是咱人生的 keystone， 就是关键的石头。因为这粒石头是咱属灵的触角石，是帮咱伫咱的人生中间会当定位，会当帮助咱来成做圣洁公义的人，嘛会当透过这粒 keystone 触角头的石，会当互咱有一个方向，超越死亡，进入到伫永生的荣耀。所以今仔日耶稣咧讲的这粒触角头的石，伊引用诗篇118篇。就是咧提醒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今仔日恁将人生上界要紧的方向定位来拒绝的时阵，嘛代表恁将骹前的钉来拍花，互恁无法度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也就是恁拒绝上帝的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咱从今仔日的经文。处第42节，耶稣来指出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来将伊看作是师傅所弃杀的石，也就是触角头的石。什么叫做触角头的石？这伫建筑的中间有伊真要紧的存在，因为若咧建筑。那假使讲无即个触角头的石，即座建筑物，伊咧起的过程中间无一个标准，嘛袂当伫起造的中间会当找到正确的方位甲寸尺，伫遮来建筑。所以即个触角头的石来成做一个建筑真关键的存在的时阵。电脑来帮助咱去思考，触角头的石，若假使讲来成做砖塔，就咱袂输一个基督徒来将信仰看作是一个挂名。虽然来到伫教会，虽然有祈祷有奉献，却是心思意念
言行举止，甲未信的人无啥物差别。因为伫伊的生命内底，无有一个标准，无有一个定位。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看见着耶稣特别伫41节、42节，则讲的，要用恶来消灭遮的歹人，将葡萄园说互别个佃户，就是要照实立规矩的。咱通看见着讲，第43节，耶稣都进一步来指出讲，迄个照实立规矩的意思，就是会当结果子，会当来承接上帝的手术的人。意思就是讲，今仔日你的行为爱透过反悔来证明，通过安尼来去证明讲，今仔日咱有顺服伫上帝的话。换一句话讲，整体的生命，若假使讲会当投入伫信仰的中间的时阵，伫基督内底敬虔的生活会当一致，安尼就是一个反悔的记号。所以耶稣要成做咱属灵生活的出角头的石，就是要照着耶稣基督对咱的教导来起做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，因无照着耶稣的教导有行为来证明因的反悔，自然伫生活甲信仰的中间，就会互耶稣伫即中间来教导，进一步互因会当来符合真理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咧讲即块触角头的石，是咧证明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定位，嘛是咧指出讲生命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。但是咱放大来看的时阵，国家社会嘛是需要有触角头的石存在。人民百姓才会当行伫上帝看作是好的道路。触角头的石，如果你若摕华语的圣经，话人的圣经是写基石，所以换一句话讲，是一个根本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一个国家社会，若假使讲失去信仰的时阵，那安尼，这个国家社会就会歪错，就无法度来活出耶稣基督教导的内容。我想伫美国，伫这几年来，因有一个团体叫做民权联盟。这个民权联盟因真强调宗教的自由。所以，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来伫美国的社会来成做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因为咱拢知影讲，美国这个社会是照着基督信仰来成做因立法的根基。所以，真侪立法的公家机构，或者是讲一寡学校，因拢会来将10条戒来刻伫石碑，来放伫立法、司法、行政、学校上界明显的所在。但是对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，美国这个民权的联盟用着宗教的自由，来将10界的石碑一个一个来甲伊拆除。以福音派的教会，伊即中间来提醒。那假使讲，咱甲信仰对咱的生活提掉的时阵，嘛代表讲，整个的道德的核心是无基督信仰来成做支持。那安尼，人的道德自律是无法度可靠。讲美国伤遥远，咱看中国，咱来投影片来看后一张。伫中国，
咱通看见着讲，因来看宗教，特别来甲基督信仰来整个传播，来做一个消灭的时阵，10届变成第9，十届变成9届。因甲上界要紧10届的第1条，叫做“除我以外无别的上帝”，提掉，变成9届。因为伫因的教会，就咱亲像今仔日咱的投影片牧师互咱看，伫十字架的边仔有毛泽东甲习近平。咱若看见这2个国家因甲信仰提掉的时阵，美国伫这几年来，咱看见特别伫今年上界严重的代志，就是种族的冲突。咱通看见着中国因甲基督信仰提掉的时阵，包括因的无神论，互这个国家带来最灾厄。我想伫诗篇有一句话讲：“尊上主为上帝的国家是多么有福。”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是多么有福啊！我想通过今仔日这张图，这3个图，互咱有一个思考。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，嘛有人甲耶稣看作是绊脚石。但是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耶稣是触角头的石，嘛是代表讲今仔日咱来做伙来思考，咱所持守的信仰是啥物物件？咱的根本是啥物物件？所以咱来看后一张图，咱来看这个学校、这个单位不只啊趣味。辅仁大学，你若入去，伫因的校门口一个足大基的石碑，伫遐甲咱讲，因的校训叫做“真善美圣”。包括伫淡江中学，我相信咱侪咱的兄弟姊妹拢足熟悉八角塔的这个大楼，伊原底的名叫做信望爱塔。因为伫因的大楼顶面刻信望爱。伫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，来将新学院主要的一个思想刻伫顶面。简单来讲，新学院特别伫台南新学院，咧甲学生讲，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耶稣来竞选你。包括伫台南的东门教会，伫因的礼拜堂顶面来刻信望爱。我想咱透过伫遮的单位校伫因的记号内底，咱通看见着讲，遮的教导来成做一间校，或者是讲一间教会。伫因的触角头的石，因所持守迄个真理，来成做因整个信仰的连接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扭转来到伫咱淡水教会做伙来想的时阵，淡水教会触角头的石是啥？淡水教会的触角头的石是啥？咱已经要150年，咱的触角头的石到底是倒一粒？我想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咱来问咱家己，咱是已经甲淡水教会触角头的石献上，就是讲是咱有真正看见着淡水教会的触角头的石，因为咱的教会触角头的石就是耶稣基督。换一句话讲，你已经甲耶稣献杀掉，或者是你还阁拥有
即块触角头的石。当咱倒来到伫信仰的时阵，当咱每一次咧讲起着上帝是咱代代的帮助的时阵，咱敢毋是因为耶稣即块触角头的石，伫每一个世代咧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真做是上帝看做是好的囝儿，会当帮助咱来活出合上帝欢喜的款式吗？咱求上帝来真做咱的帮助，因为当咱知影咱的触角头的石是倒一粒的时，咱才有法度来真做是迄个结果子的百姓。咱的性命才有一个标准，咱的性命才会当有一个校正。耶稣是咱的触角头的石，耶稣毋是咱的绊脚石。咱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顺服伫上帝的话，进入到伫上帝的国，愿主来真做咱的帮助甲祝福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当你是阮淡水教会触角头的石的时，阮要徛伫主你的石盘顶面，在来徛牢。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冲击，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，阮拢要因为耶稣来得到帮助，来得到瓦靠。因为阮伫每一个主日所做的信用告别来甲阮讲，阮信上帝，阮信耶稣基督，阮信圣神的时，阮来甲属灵的门窗来拍开，互阮会当甲圣神做伙同工，通互阮时时刻刻来将即块触角头的石放伫阮的生命内底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愿主你恳求你来帮助阮，引带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主你的祝福，嘛会当亲像主耶稣所讲，来成做是一个结果子的百姓，通过安尼进入到伫上帝的国，领受主你的恩典。阮将这个事摆咧伫主你的手中，特别阮开始备办150周年的时阵，也愿上帝互阮时时刻刻记牢耶稣基督是淡水教会的触角头的石。愿主你来带领阮头前的路站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